各位，本港股市下晝嘅跌幅擴大，一度跌到去11,003點，29個月嘅低位。主要藍籌股好似匯豐、中移動同長和都跌多咗，咁但係國企股就逆市做好，特別係石油類嘅股份。咁睇睇恒生指數最新呢就跌咗281點，報11,034點。咁期指方面啊，9月期指一度就跌穿咗11000點嘅水平㗎，最新呢就跌咗347點，成交有14,900幾張。跟住最活躍港股嘅最新造價，匯豐最新跌2個2毫半，中國移動跌9毫，長江實業跌3個2毫半，中國石油股份升1毫，和記黃埔就係跌2個半㗎。港府將會喺股市收市之後發表第二季經濟報告。咁瑞銀華寶董事總經理林奮強預測，第二季經濟增長會有1%，而全年增長就只會有2.1%。今年6月嘅時候咧，香港咧嗰個零售額咧係增加咗5%嘅，係冇錯係有啲減價，公司減價嘅情況之外，但係98年嘅時候，公司減價冇人去啊，個零售額冇反應，反而再跌啊。個經濟嗰個需求唔係咁差，我哋而家時候唔應該自亂陣腳咯。好啦，4點半再見啦。各位，市場憧憬政府稍後會公布刺激樓市嘅措施。本港股市下晝就喺地產股反彈嘅帶動之下咧，跌幅稍為收窄。咁但係中國移動嘅跌勢就加劇，跌穿咗23蚊㗎啦。咁睇睇恒生指數最新係跌咗139點，報10,950點嘅。咁睇埋最活躍港股嘅最新造價啦。中國移動最新咧跌1個3毫半，匯豐跌5毫，長實跌2毫半，和黃跌5毫，新鴻基地產就係升5毫嘅。恒隆集團董事長陳啟宗話，若果政府決定減建居屋，相信可以刺激私人樓嘅交投。既然係供應過多咯，咁你停止更多嘅供應，咁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合理嘅做法嚟㗎。你有房位喺度啦嘛，佢起樓出租出租咪得咯。已經冇需要再起咁嘅夾心階層啊咩所有嗰啲居屋等等已經冇咗呢個需要啦。上海實業公佈上半年嘅純利有6億9千萬，增長1%，中期息係1毫4。外圍方面，日本股市受到毅康發出盈利警告打擊，再跌到17年嘅新低，以全日最低位收市，跌幅近3%嘅。日經平均指數結果收市跌咗303點，報10,409點嘅。4點半再見啦。